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有10个境外病例，早起9点开始有专人卖场的门市开放民众来注莫德纳疫苗，加上控抓水甲胖。花莲县政府编1800万的预算要来做亡灵，引起民众的批评。县政府表示会重新来评估。顶礼拜，高雄一个老师为做交通导航，或车弄甲重伤。立委佮民间团体是呼吁政府爱检讨校园的导航制度。新闻来看，咱国内今仔无增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案例，是有10个境外病例。另外，针对明年10月7日开始，24类场所的员工爱做过2档的疫苗，隔14天才会当上班哦。那么来听指挥中心第一部上届新的说明。仍然没有本土的病例，也没有死亡的个案。那境外移入还有10位，主要就是在跟学生有相关的就是等于是高级中等学以下的学校或幼儿园，儿童课后的照顾服务中心、社区大学、短期补习班。经济部里面就包含了以前我们的大家在常称的俗称的一些8大的行业，那还有大型餐业、婚宴场所、美容媒体业。1月1号起要完整接种疫苗，所以要完成的时间是在12月17号，就要完成接种，请大家尽速的接种。如果没有打的每一周都要一次的自费抗原快筛或 PCR 的检验阴性，才能够提供服务。为了提高民众疫苗的注射率，记了台北车头即马伫卖场、百货公司佮超级市场嘛拢有设疫苗注射站。今仔早起9点，专人新北市的邦桥大馆门市就开放民众会当来注莫德纳疫苗，唔免预约，随来随注哦，加上控抓水甲胖。记得疫苗这边，请这边排队哦，谢谢。在工作人员引导之下，早起9点1到，多民众到专联新北邦桥大馆门市登记做莫德纳疫苗，免预约，随到随注，真方便。因为我之前也忘记排了，太忙了就忘记排了。昨天有看到新闻是这里有在排，所以我才过来这边。我跑去亚东还有好几家医院，说什么要先预约，没，结果好几次都没有打到。今天就能打到啊，太好了，太好了。为提升疫苗注射率，指挥中心甲专联福利中心合作，7月8日开始，伫全台140到150间门市设新冠疫苗注射站，希望民众伫年尾进行用注2剂或者是第3剂疫苗。许多的在外面工作的，大家都要回来过年那这段时间也在国外的这个传染非常的严重的情形。那如果要保护我们家里的老人、小孩以及这个所有的成年人呢，打疫苗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全联这边也提供了这个免费的这个水跟这个现烤面包希望提供施打的这个民众在这个等待的期间呢，也可以先休息一下，然后吃个东西。另外，为应用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 指挥中心礼拜1公布强化疫苗政策，包含 KTV、8大行业、大型婚宴场所等24类场所。为明年元旦开始，所有工作人员爱完整注疫苗，而且满14天才能工作，引起外界嫉妒。因国是变相强迫注疫苗，但市长回应表示，应用检测代替注疫苗。那不能说是强制，那是一个要求。但是没有打的人，那就要检测，那是为了整个一个场域的安全。但市长强调，将第2剂疫苗注射率提高是原本的政策目标，防疫准则也是按要求。另外，第3剂隔5个月提前予第1类到第3类对象来注，是因应变种病毒，予第一线医护甲防疫人员应收注。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疫苗头1档的注射率大概已经超过8%，第2档嘛将近有7%。也毋过市场大问题是指出讲，韩国的注射率已经有8%，也毋过一天阁有4000外民众胃着病，佮加上 Omicron 变种病毒的拖，所以各市场今仔就宣布讲，台北市精商类的民众会当阁注第3档咯。
唔惊外口绵绵雨，台北市政府驻车站人潮是一波算一波，为避免变种病毒Omicron入侵，市长郭文泰宣布，针对前3类民众追加第3剂疫苗加强。第1类医事人员由病院家己负责做测；第2类地方政府防疫人员，包含警政、消防、社工、防疫旅馆加防疫计程车，原则上由市府专案做测集中来做。另外，一般民众已经注满2剂，而且过5个月已经网络有用，不过干那限制莫德纳疫苗。所以在医院里面的凡是打满2剂的，超过5个月都要去打。我们到时候要是医院有任何说这种因为没有打出现感染力的每一例1500块这样起跳，按照传染病防治法来处理。所以凡是医院的，医院自己要负责。郭文泰表示，那医事人员无做疫苗造成感染，每一个会罚1500起跳，而且针对各县市拢伫个大卖场、百货公司这所在设注射站。郭文泰表示，台湾病院甲诊所密度悬，甲美国地块人少情形无同，考虑成本、因着甲安全性，伊个人是反对的。你去全人打疫苗，是店员跟你打吗？不是嘛，还是医护人员打嘛？所以把医护人员从医院移出来，移到卖场去打疫苗。那我干脆把医护人员放在医院打就好了。我们在医院里面有出问题要急救、要 CPR 什么都很容易。你去大卖场，我跟你讲，一个 CPR 你就挂了。虽然反对第1卖场设注射站，不过为提悬注射率，避免一批12月初9就要到期的莫德纳疫苗浪费。郭文泰也宣布，那为即麦开始到12月初9做莫德纳第1剂、第2剂的民众，拢会定现场摕到100块的礼券。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台中市第2选区的立委补选，明年的10月初9要投票。那里两党的竞争是愈来愈烈。台中市警察局嘛针对选举的安全开会，要来防止买票、暴力等违法的行为来影响到选举。台中市警察局是表示讲，明年第2选区立委补选有258个投开票所，会投入1600个警察。目前要求各单位要加强查买票、甲选举的赌盘，发现违法就随报请台中地检署的检察官来侦办哦。警方嘛呼吁民众发现违法会当来检举，上侪是会当有1000万的检举奖金。再来看立委高家族的前男朋友林秉厝对伊起骹动手，后来又搁发现讲，这林秉厝利用网军，想要来影响社会的公论。今仔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强调讲，咱台湾是民主法治的国家，任何的不法都应该严格来查办。立委高家如受到施暴的案件愈搞愈大，嘛探生出前查甫朋友林秉厝，伊利用网军来带动风向，影响舆论的案外案。行政院长苏贞昌初6到台大病院来做第2剂疫苗。面对这个媒体的追问，伊强调讲，台湾是民主法治国家，任何的不法拢应该都要严查严办。都应该严查严办，不能利用科技侵害他人。希望相关机关严查严办。如果有违法的事实，我想我们检警调一切所有的执法机关都会依法来调查跟侦办。法务部长蔡清祥强调讲，专案是予新北地检署当咧办，只要若是有要记的事项，拢爱来甲追查。也若高嘉瑜的委任律师，伊透早甲高嘉瑜受逼写的这个自别书的影片，甲送予检方侦办。在被录下逼供的影片之后呢，又被胁迫写下了这个胁迫书。那这个逼供片的内容以及这个胁迫书的书面，都已经递交给新北地检署。早上8点45分左右，律师事务所的人员有跟这个书记官联系，说把相关的证物交给书记官，会送交给本署的收发室来做一个签收的动作。对外口咧传讲，林秉厝伊是国安局的外围人员，国安局来背会，国安局副局长陈进广伊强调讲，各项的工作拢有照法来咧行政，也若对部分人士因这无影无迹的言论，国安局表示遗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机场查到用化妆品的名义申报54公斤的第4级的毒品哦，嘛已经抓到3个嫌犯咯。以化妆品名义申报，卖多人陆续进口真侪批藏第4级毒品货物入境，寄送真侪所在。航警局甲海关4月共同执行货物电工查验的时阵，侦破重大毒品走私案，破解卖多人配送的计划，后续抓到嫌犯3人。
将这卖毒人拢绑起来。专案总共查到二手塑胶基本冰糖54公斤。经查本案货物，分别寄往多个地点。那为避免打草惊蛇，专案小组采逐点突破的查缉方式，指派多组人员前往现地埋伏。二手塑胶基本冰糖已经列管做4级毒品，是俗称喵喵3级毒品的原料。警方发现喵喵独家背包制作成本上低。伊制作到分装，搁伫网络咧卖，得到暴利，有渐渐取代其他民间的毒品的现象。这类毒品经常掺杂着微量的 K 他命、安非他命，还有摇头丸等等的一些毒品。然后这些混合物质的毒性相当的高，试用后常会出现幻觉、攻击性等等这些行为。喵喵毒品加背包伫网络甲夜店咧流通，已经成做少年人用毒品的主流。因为常常甲兴奋、麻醉作用这不明物质掺做伙，佮以加背包、粘地包、糖仔包、果冻这方式吸青少年，伫国内外已经造成真济件使用了后影响死亡的不幸案例。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县政府编1800万的预算，要请宗教团体伫一寡常常发生车祸路段来祭拜亡灵。初三这笔预算一定伫县议会审查通过了，也毋过有不少民众是批评讲，县政府乌白开钱，若说甲这笔钱用来改善交通，更较实在。花莲县政府昨嘛发表声明，表示讲无排除来停办，也是中心来评估。花莲侪侪宗教团体今年8天祭天祈福活动，初是举行闭幕典礼。花莲县政府已经连续10年补助宗教团体举办这款的祈福活动。不过明年县府补助预算的项目有加一个合作路祭费，金额是1800万。初三县议会审查会，部分的县议员是反对，因认为讲这条钱不如用来改善交通比较较实在。不过县府是真积极来说服县议员，落尾是有通过这条预算案。不过，却引起侪侪民众的不满。伫县府的人民车道话表达反对。花莲县政府初5半暝发声明，讲要退回这条预算。我们会希望也建议宗教界人士利用这段时间跟地方去做沟通，所谓事缓则圆。到底你把议会当作什么呢？可以这样玩吗？县议员真不满批评讲，议会通过预算哪会当退回？县府表示，会先委托宗教团体甲民众来沟通，申请进程若是各界要是反对，县府会甲议会提出追减预算。在不能够撤回的前提之下，那么我们就明年呢会再尊重其他想法，然后再办理追减。部分的县议员批评讲，县府一个也是动员议员来通过预算，接续佫讲要追减预算，家己安尼审查当作是办公会啊。还佫有议员讲，叫县长徐真伟爱亲身出面来甲民众说明，唔通杀公务人员出去担这个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渔业署今年8月份修改渔船船员管理规则，5档拢无出海哦，得取消渔船船员的资格。也毋过有台南市的渔民是反映讲，这款规定实在是无合理哦。若说取消，因得爱个开钱重新考执照。台南市渔港管理所表示，会帮渔民来反映因的心声。一只渔船停伫咧岸边，因为毋是逐工的风景拢适合出海，所以有真侪渔民拢当咧休困。不过渔业署今年8月修改渔船船员管理规则，只要5档无出海，就要取消手册。若是要重新退转来，阁要开钱接受训练。针对这件代志，真侪渔民拢感觉无合理。我会当出来，你甲我这个行动，变成都人为都若无用当出来的。啊，即嘛要出来，并袂当出来，这无一个渔民的同意。像我昨去到地，风险上大，我就去倒转来。系啊，我都困了足济啦。那如果讲，这个地缘前要改讲无出来，要没收，以后的事情嘛。你个明年开始，你袂当进前才拢无个就唔对去。当回溯的艺术就是。对对对对。针对这件代志，农业局渔港甲近海管理所表示。台南市有摕渔船船员手册的大约有5000人，也若是渔业署修改规定，主要是因为最近常常出现海上消防安全的意外，5万5档内拢会当搁做安全演练，包含海上救生、基本急救的知识，有咧做这熟手。你可能5档拢无出海啊，会生尸体啊，所以他规定说要重新训练，对安全考量，因为怕说
这南北都会有那个海滩事件发生哈。台南市渔港所进一步表示，为着保护渔民的权益，请也未告记的民众紧找机会出海，同时嘛甲渔业署反映，希望会当有补救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位伫台湾上东边的三条角新的雷达，今仔正式启用。民航局表示，新的雷达站会当详细针对台湾北部飞航的进步来做监控，嘛会当来协助国防部来监测中共的军机。白色球体连基座有32.3公尺悬，伫台湾上东边。东北角三条角新的远道雷达征收1年了后启用，交通部长王国材亲身参加启用典礼，强调监视的范围主要包括台湾北部，是台湾真重要的目睭。他们为了符合 ICAO 的 Model S 的这个规范，从去年就做一系列的这个更新哈，我们肩负台北飞航情报区的这个责任。三条角远道雷达更新的工程是用来侦测飞行机的方位、距离甲高度的雷达。民航局长讲，唔来当侦测民航机，最近中国军机真渐来扰乱台湾，买当做军机的监控。我们的飞航情报区北边就靠这颗雷达来做全程的搜寻。那基本上我们雷达是可以侦测到各型航机。这里这个雷达上面有2个功能，一个是可以询问对方，所以如果对方航机有释出讯号，我们就会知道。那如果军机一般没有释出的话，大概只知道有飞机。另外，伫台湾上南边的鹅銮鼻雷达站，嘛有设对空域甲海域远道监控雷达，已经投入差不多1亿1818万的预算来征收，按算明年也就是民国111年年初来启用。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军机搅乱咱台湾的情形是愈来愈接无。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中国这嘛有可能是会确定因军事的能量，嘛针对各种的行动来做演练。咱国国防部长邱国正今仔嘛强调讲，战场就是训练场，中国的军机会一直飞来咱国的海域，无飞去其他的所在，就表示讲有因的目的。咱的国军会密切来关注。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2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您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虽然军方5号无来公布中国军机了台的消息，不过面册西南空域的专业是来公布5号中昼12点外，在对方的军机是进入到咱 ADIZ 西南空域的时阵空军公布要求离开的录音，对着中国军机继续伫了台的行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4号伫雷根国防论坛表示，正亲像是伫确认因的军事能量，佮有排练各项的行动。I don't want to speculate, but certainly, it looks like a lot like them exploring what their true capabilities, and sure, it looks a lot like rehearsals. 那事实上，对我们台空军马来讲的话，我们练兵地方就是我们要作战的地方，这一样道理的啊。所以什么预化性的，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它毕竟。对他，否则他干嘛在这边飞，不到那边去飞，都有他的目的。但我们这对他的目的，我们加以密注。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中国军机选择伫咱国家附近的空域，一定有伊的目的，国军会来注意。另外，前陆军总司令吴鼎甫伫接受前总统陈水扁公布节目访问时阵嘛讲到，也是中国来拍咱的太平岛，咱嘛会当来拍对方的英雄岛。邱国正对此是无按评论，不过强调国军有各项应对作为的规划。我们作战本来就拟定各种可能行动方案啊，然后敌人有什么可能，那我们怎么应对，这是本来就有的了啊，这个我不会去做什么评论。另外，公布后备指挥部近期来发出国军111年度动员调集预告书，内容是写到111年度战时的动员调集对象，战时能力是引起到大家注意。邱国正强调，这调集每一年拢有，只不过是最近2花期内受到大家关心，公布并无想要引起到紧张气氛的意味。记者张志雄、张志佳、陈昌伟台北报道。咱来看陆委会最近公告修正两化人民部分条文草案，包括两化同婚合法化。也毋过外界是真烦恼讲，这会成做中国渗透咱台湾的管道之一。陆委会强调讲，会严格来查证甲把关哦。另外，政府拍算未来要放任对香港、澳门专业人士来咱台湾的管制。内政部嘛讲，已经会来考虑到国安的问题。
为了要符合现有下境民事事件算法规则的潮流，陆委会公告修正两化人民部分条文草案，强化性别平权加儿童权利保护等等的规定。行政院甲立法院若准通过，等于是两化的同性婚姻会受到保障，甲涉外民事适用法制接。不过，这敢会变做是中国利用假婚姻来渗透台湾的管道之一咧，受到立委的关注。中国是拿不到结婚登记，对，那是到台湾的就可以申请喽。这个涉外法的第46条通过之后哈，那我们相关的行政作业和跟行政程序的配套措施也要出来，那我们也会严格的查证跟把关。陆委会副主委区随正指出，两化条例民事上算法规定，到今嘛要到30年拢无全面检讨修正。针对着外界记录，政府一定会加强人流管理，包括着面谈审查机制等等。也若港澳人士来台居住办法，政府打算要放零专业人士的管制。内政部也强调会兼顾个案问题。未来应该是降落来到18岁以下。伊个某囝咧，红婿咧。不，伊的配偶当然是会当符合，伊会当用依亲的方式。渗透是最严重的。香港、澳门的部分，咱是相关的条件，咱有放宽，但是嘛有一部分咱会做因为咱嘛爱为着国家安全，会较谨慎的来处理面对。受到疫情影响，有不少台商无法度伫2年内有入境记录，烦恼讲会逢强迫就要迁户口，到时阵影响到入境保权益。内政部处长陈宗干表示，户口刷出去，因为户籍法规定，时间到会自动作业，包含卫福部、劳动部加财政部相关单位，拢已经有解决的配套方案啊。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高雄发生一件老师在做交通导护的时，互车弄着，伤甲真严重。立委跟教育团体、社福团体今仔开记者会，呼吁政府的相关单位应该爱来检讨校园的导护制度。导护老师协助学生过马路，结果煞去互弄红灯的轿车弄着。这是12月初发生伫高雄的一个事件，煞尾煞来引起教师到底是不是要执行交通导护来咧讨论。道路这个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里面，它并没有所谓的指挥交通的权利。马路上的驾驶人，包括家长，他们对导护老师可能是不予理会的。发生车祸的这个状况其实这都只是冰山的一角啦。教师要退场之前，是不是应该也要去考虑到导护志工的这一块？我们的导护志工，其实大家在学校已经10年、20年，可是为什么年轻组没办法进来？根据教育部统计，最近3年来，学校的导护老师、志工还有警卫，因伫咧执行任务的时阵发生交通意外，有11件13个人。因伫咧保护学生过马路的时阵，家己煞去拄撞到的风险，去互人忽略去。立委邱成远认为讲，应该爱针对校园的边仔这交通号志、斑马线来做相关的调整。学校周遭的这些号志、标志、标线，势必要所有的相关单位，包括教育局处跟负责交通的交通局处，到时候来督促县市政府的到案汇报。那我们会持续横向的跟各部会来做协调那尤其是行政单位还有内政部那边，可能我们会跨部会的再次的协调。要来确保学生通行的安全，干那靠导护人员，这人力是有限。教育团体嘛，呼吁相关的单位，伫咧修法的时阵，嘛要考虑到是毋是会当来找这个警方，也是讲义交来协助，也是讲通导入科技执法，避免学校边的停车、行车问题一直咧发生，安尼才会法度来确保意外发生的程度甲降恶低。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新闻来看，印尼的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喷发已经造成14人死亡，98人受伤哦，有超过1300个村民封锁山安置。附近有几个砖头拢是火山灰哦，有真侪民众因为喘气真困难送急诊。后壁的塞梅努火山爆发，当地居民骑奥多麦紧命离开，面顶悬的雨水加带乌索索的火山灰，爆发来成做火山云，刷咧冲向天顶亮悬12000公尺。附近几条座砖仔的厝甲作物拢去互火山灰砍掉着，真侪人受到垃圾的空气，安尼无法度喘气，到病院去挂急诊。Kiranya bom meletus. Tiba-tiba Gunung Semeru yang meletus dan mengeluarkan asap. Terus ternak-ternak saya itu sekitar 15 ekor, Pak. 当爪哇省鲁马江县测试了一场暴雨了后，塞梅努火山爆发，
附近的庄仔停电，火山的幼沙仔加厚嘟嘟的火山灰含雨水南做土石流，互所求的工课更较困难。火山爆发造成死伤，互人更较唔甘的是，其中有一个老母，伊的遗体互人发现到的时阵，还佫甲囡仔闪条条。Bapak Presiden sudah memerintahkan kepada Kepala BNPB dan melakukan penanganan dampak bencana。一年的地质机构建议民众都要远离火山喙上介少5公里远。雷公4那加上连续几落天的上大雨，地势海拔3676公尺悬的塞美鲁火山的火山喙扬起放气，地势火山爆发，火焰涨上介少，还佫有2摆流下对附近800公尺的河流。人口超过2亿7千万的印尼，伫个环太平洋的火山带，这是世界上上大的群岛国家。地动甲火山的活动真接，这个国家有挖要130座的活火山。伫今年的1月，塞美鲁火山嘛捌爆发，不过无造成人员伤亡。2010年，爪哇岛莫拉皮火山爆发，造成350人丧生，40万人无厝通转。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再来看美国资深的联邦国会议员杜尔张过身，食到98岁。杜尔捌伫二战的期间受到重伤，嘛捌选过2届的总统哦，替美国服务79年。今年2月份，伊表示讲伊得到肺癌，即马传出伊过往，美国国会嘛降半旗哀悼。初五尾仔嘛，美国国会降半旗向赴35年资历的资深议员鲍勃·杜尔致敬。以杜尔太太号名伊丽莎白·杜尔基金会伫推特宣布，伊是伫透早困梦中过身。这一世人忠心为美国服务79年，无讲到死亡原因。今年1月，伊推文表示，家己被诊断出肺癌第4期。甲数百万面临重大健康挑战的美国人共款，伊感同身受。美国总统拜登推文，杜尔是值得美国人尊敬，伊政治有正义感、正派尊严甲爱国心会永远流传。佮想起今年1月甲杜尔见面，我来开讲，我来笑为重大议题答喙鼓。He's had his ups and downs and tragedies in the family, and he's suffered through it all. But he's our friend. I don't know anybody ever was mad at Joe Biden. 前任副总统潘斯也表示，杜尔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伊为美国服务的岁月当中度过无边缘的一世人。伊出世伫1923年7月，伫堪萨斯州大学时代拍过美式骹球、篮球，甲做过电竞选手。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互机关枪弹着受重伤，正手萎缩，住院3年期间，拒绝做一个病人，回转倒来正做律师甲政治家。伊是共和党员，1961年到1969年做联邦众议员，1969年到1996年做联邦参议员，1996年总统大选败给克林顿，进前1976年得到提名副手甲福特配合参选总统，最后败给民主党的卡特甲孟戴尔。佮大经过废碎的纳小小学员威尔刚，对选举当中的失败，伊只是笑笑，而且对家己的生活感觉满意。公司新闻黄文玲评价。再来看欧洲真侪国家，因为民众不满防疫管制哦，伫拜六礼拜有真侪所在拢有示威抗议。初五伫比利时的抗议哦，就发生暴力冲突，有人是向警方牵石头啊、甲放炮啊，警方嘛发射催泪ga甲泉水来赶民众。另外伫丹麦，初五嘛通报讲新增加183例Omicron的病例，这病毒嘛有可能已经伫社区传播了。数千名抗议民众经过布鲁塞尔市中心，向示威游行的终点欧盟总部方向行。原本只是和平的游行，到欧盟总部附近开始变调。真侪穿乌衫人化自由的抗议民众开始向维持特殊的警察拼石头啊，了后警方发射催泪gases甲强力水条行击。Quel qu'il soit, je supporte pas la discrimination. Ici, évidemment, il y a le Covid Safety Net qui est discriminatoire. Il y a donc les sanctions par rapport aux soignants qui sont discriminatoires. Hein, il y a la piqûre, là, donc le vaccin obligatoire qui va nous tomber dans la gueule, et tout ça, et ainsi de suite. Tout ça, c'est discriminatoire. Donc c'est ainsi, il faut se battre pour ça. La dictature, donc c'est on n'en veut pas. Voilà. 比利时10月颁布新冠防疫措施，民众去酒吧或者是餐厅食饭，拢爱摕疫苗通行证，多数民众不满。在1月底，布鲁塞尔也捌爆发大规模示威，迄个时阵有数十人被抓，甲警察受伤。经济周末，
欧洲真济都市拢有反防疫示威。奥地利有超过4万人伫首都维也纳抗议。这已经是奥地利连续第3周末发生示威活动，因为奥地利顶个月将做第一个重新实施封城的西欧国家，而且疫苗强制要搁伫明年2月上路。荷兰中部都市乌德勒支有数千人上街路反防疫限制。德国法兰克福有数百名示威者因为无挂喙安保持社交距离，互警方驱散，双方发生冲突。西班牙加泰隆尼亚驻地民众这是也伫巴塞隆纳大游行怒呛疫苗号召扼杀自由。同款也出现示威的丹麦工会研究所初步公布，新增加183例奥密克戎变异株确诊病例，短短48点钟，病例数以2倍成长。不过，亿万民众对防疫限制不满，也对疫苗无信心。Because I don't want the vaccination for our kids. I don't trust the vaccination for the kids. The risk, and that's why I don't like it. Because I don't know in 5 or 10 years what the risk will be. 法国媒体法兰西即时报道指出，丹麦病毒基因定序是全球上先进的国家之一，所以比隔壁国家更较紧发现病例。不过目前奥密克戎病毒株可能已经出现社区传播。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过来的消息，咱过来看，位伫台中市市中心的中正公园流川冒流经过，市政府今年5月份已经完成流川的整治甲环境的改善工程。也毋过民众是反映讲有臭味哦，怀疑讲是水质有问题。水利局调查发现讲是地下的净水场排放引起的臭味，嘛已经有做调整咯。台中流川2期工程北区段污水杂流，甲中正公园小型的净水场已经完工半年，边仔还阁设置公园，互民众来休困甲行搭。毋过，所有民众真少挖过，因为真侪人拢批评附近有一个臭味。隐隐约约有，对。那个味道感觉是什么？当然是不舒服的味道。有臭臭的味对啊。有臭臭的味。系啊。你知影这啥味无？这可能是殡仪馆的吧。台中市府为着改善流川的水质甲环境，开12亿5千万做整治污染甲环境改善的工程。今年5月份完工。伫中正公园的下骹有起净水场，是用石米啊水质净化的方式，一天会当处理2万吨的垃圾水。不过有民众发现讲，流川遐的公园防乌白蛋粪扫，而且排水口排出来的水一直在冒泡，嘛真歹味，怀疑放流的水有问题。台中市水利局表示，因有做过检测，水质拢有符合标准。若民众闻到的臭味是地下净水场处理垃圾水的时阵产生的，会透过地面的排放设施来排出来。因为我们污水处理设施主要是位于地下室的一个密闭空间哦，那在污水处理的过程中，可能会需要有一些抽排风的机制来降低这个气体的浓度。原本是从早上8点就有开始排风，那现在我们就是从10点过后才排。水利局指出，净水场例行性排放是为着降低处理垃圾水的时阵产生气体的浓度，来维护操作人员的安全。目前已经有调整排放的时间。尽量让开甲民众去公园散步的时间，有请维护的厂商来巡逻检查清理这粪扫。最近民众投诉的频率已经有降低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为了应付极端气候佮地层下陷等问题，云林县政府鼓励农民及高铁沿线来种高粱。今年土库农会就辅导120个农民种88公顷的高粱。农民讲高粱食水真少，成工又个新肥料，甲种水稻比起来收入嘛袂合歹。8月份所种的高粱，近期陆续准备会当收成。为着要应应极端气候和地质下陷问题，王县府推广伫高铁沿线种植旱作高粱。今年由土库镇农会和金门酒厂起作，辅导当地120位农民，伫高铁沿线农地转作，总共种植88公顷的高粱。我都若感觉讲安尼有10万块，安就搁继续种呢。就种一些比较省工的，然后省成本的，然后比较不会有损失啦。有去做高粱农民表示，高粱种植的过程主要喷一介药啊和施肥，佮加上用水量少，会当大幅减抽地下水。加上中央补助每公顷45000块以外，有县府嘛佮补助1万块，另外佮有利息补贴5000块。每公顷的补助大约6万块，鼓励来转作。你政府补助的就6000嘛，啊，佮基本6000，啊，佮来4、5千块，安尼加起来
咱一份地收益差不多伫咧10万块左右。鼓励大家伫这个时阵第一期的水稻，咱也减少种植，甚至来改种植这个高粱啦吼，那阮就提高到2万块的这个补助啦吼。王光表示，透过农会和金门酒厂去做高粱，农会以每公斤20块来收购，增加不少农民种植意愿。虽然明年进入1期的财政期，农民如果转做高粱，将每公斤各加1万块的补助。希望后高铁沿线乡镇农会鼓励农民转作，唔来当用地，买当减慢地价下限。记者为您报道。12月初1开始咱国内油价是2块1，昨中油又搁宣布讲8月开始汽油搁2块2，柴油2块3，九五无盐汽油即马1日是28块8角虽然油价降价，也毋过真侪民生用品、工业原料嘛是搁会起价。国内油价真罕见，伫1礼拜内2摆落价，而且拢超过1块以上。为压制物价，行政12月初1先降汽柴油货物税，油价降1块1。所以，中油初5各公布新1礼拜油价初6 0点开始，汽柴油各降块2甲块3，尤其九五无盐汽油降到28块8角，是2日来降上侪1摆，袂少赛车人拢感觉袂歹。我1个月大概要加5次油，所以它如果涨价的话，跟没有涨价之前大概会差1000多块。是因为包含了Omicron 新的变种病毒，大家的忧虑，美国跟伊朗要重启核子谈判，这些因素影响是油价大幅下滑。依据7D3B 跟汇率相关的变化，下个礼拜的降幅跟过往比起来几次是降幅比较大的。不过，物价油源是一直起，其中米啊已经免除6.5%的关税。不过，真侪面包店介绍油源拢无达。没有涨价是因为之前可能它的价钱就已经定在一个目标了。2包吐司，1个法国面包，2个法国甜的法式吐司，总共是440几块。通货膨胀压力大，总风费也变贵。有业者表示，现在也一直起，有的物件1个月起3摆，拢唔知要安怎向人客报价。自己的成本我自己都吓到，木板的板材啊，然后一些铝料、铁工。反正每一个它都涨了。这1-2年营建业缺工的这个状况，这个工资的这个价格上升了。学者有讲，消费者物价指数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2%，有讲11月 CPI 可能落伫2.8%到2.9%之间。疫情加上中国能源管控，全球供应链出现长链问题，特别是零组件出现抢货潮，产品价格提悬。明年顶半年通货膨胀压力尤为严重。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推出真侪打炒房的政策办法咯，也毋过咱国内厝价嘛是搁一直起价。早起民间团体甲跨党派立委开记者会表示讲，除了囤房税，嘛应该要提悬公告地价，对房地产的基本税来解决各厝价的问题。国内厝价是起价，囤房空厝的现象真严重。就算政府推出侪拍炒房的政策，也是真恶压制起甲惊死人的厝价。早起民间团体甲下党派立委共同召开记者会，表示除了囤房税，嘛应该提悬公告地价，为房地产的税基来解决。地价税是地方自治，是像是地方税，可是不能是因为这样就是觉得说这个东西都是地方的事情，中央都不做任何事情。这个部分上，内政部应该提出一些对于明确的这个规则去给地方政府。刚刚讲过，不能让他有太多的这种自己什么考量什么民意啊，考量什么地方财政考量什么，然后有各种扭曲价格的做法。民间团体表示，房产是由土地甲厝构成的，其中土地税扣税税基都是公告地价。不过目前国内扣地价税税基，敢若是土地市价8%，若是自用实质有效的税率，敢若有0.016%。等于是2000万的厝爱纳的税，是比一只轿车扣的税还佫较低。而且厝价最近这2年来是起甲真凶，不过袂少县市的公告地价煞无一定会做调整，这拢是造成公告地价长久以来甲市场价格天差地的原因。1000万的房子才缴1600块，比汽车的2个税还要低。那如果即便是一般的土地来讲的话，就是税率是比较高一点，10%到55%的话，也不过是找8000块到4万多块。民间团体呼吁，
政府应该爱趁电园税基调整的时阵，提出明确的规范来监督电园政府爱落实，而且针对公告地价甲一般交易价数差伤济的县市，要求提出改进的措施。若无蔡政府应过提出全面改革房屋持有税竞选的承诺，恐惊敢若是空嘴布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阿湾新创园区甲5G专案办公室今仔早起开幕，总统蔡英文亲身参加启动仪式，算是对南台湾产业转型和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视。市长陈其迈嘛表示讲，这5G 的计划对2月份宣布到当哦，短10个月，办公室就已经满了，会搁伫办公大楼来设办公室，欢迎业者来进驻。连挂出就看得出好心情。高雄市长陈其迈对年初发甲单的阿湾新创园区5G AIoT 专案办公室，总算伫初6正式开幕，而且伫短10个月内，都有大批科技研发甲新创团队进驻，连总统蔡英文也亲身落南祝贺。随着台积电、微软、中华电信等大厂进驻高雄，以及大南方产业聚落串联的科技走廊，将成功的带动我们南台湾产业的升级，为南部的年轻人创造更多优质的工作机会。短短的10个月的时间，跟总统报告，我们这边的办公室几乎所有的空间都已经占满。各厂商汇集伫办公室，甲蔡英文、陈其迈交换心得。未来这款厂商伫5G 甲 AI 技术的开发，也应用伫各种产业。就像这代机器人，伫后疫情时代，得当安排去旅馆，也是病院服务，转做柜台，佮有运送医疗废弃物的工课。它可以服务那些自助型的旅客，然后再进来之后，我可以通过机器人服务，减少柜台人员的一些使用的时间跟成本，也可以提升一个服务的效率。那当然，未来它不是只有做礼宾机器人，它也可以用在医疗，也可以用在维安、保安什么，它是有很多的用途。陈其迈宣布，刷来要伫办公大楼设5G AIoT 第2办公室。另外，成功大学也伫高雄设半导体学院，希望透过科技团队交流合作，加速高雄的产业转型，和高雄正做是台湾高科技的新创聚落。记者综合报道。儿童福利联盟今年满30档咯，特别举办儿童权利主题等演练哦，用画图的方式，让大家来了解囡仔的需求、囡仔的心声。图内底主角表现出悲伤、转向行路的这把图，要讨论的是囡仔的健康权。儿童福利联盟举办儿童权利主题展，透过插画图的表现、亲像表演权、游戏权等等，希望大人通更较了解囡仔人的需要。有游戏的空间，有游戏的时间，这样他可以跟他的玩伴一起玩，而且在户外的部分这样子。那你看后面这种就是黑白的部分，就是它可能呈现就是很多现在一般孩子的一些状态。透过插画的方式，大家就是可以一目了然的，就是说孩子的笑容要怎么出现。儿福联盟表示，为着让儿童人权的概念更加深入社区，因特别请插画家连接儿童的5大权利，亲像儿童的隐私权。即马网络使用手机有啥物危险，搁有儿童表达权利等等，用图文的方式，伫专台7间独立册店来展出。他们觉得是可以更容易理解，然后每一幅，他们甚至觉得每一幅画就像一本绘本一样，可以很好的去研究一下里面的画的内容。然后旁边我们又有搭配对应的主题书，那他们其实在于了解那个画了之后，可以再去看书，会更有感觉。囡仔嘛有家己的想法甲心声，册店表示，因少年线透过相关册本，消解家长认捌者的议题。儿福联盟嘛指出，囡仔人儿童权利主题展会办到12月底，希望透过深入社区的方式，让大人改变囡仔人有耳无喙的旧观念。记者电眼文理学凯台北报道。来看屏东的林管处，伫屏东潮州的森林园区哦，设计一套森林课的计划，安排民众伫树林内底哦来认捌动物、食物，嘛伫树林内底来做运动。有青金金的大草埔，阁有清气的溪水，鸟嘛伫遮休假真舒适。这是屏东潮州的林后树林平地森林公园，因过就是一个环境像样的园区。即马林管处设计林学校的品牌，举办森林课，带民众认捌动物甲食物，阁会当伫森林内底做运动。
开幕至今也有7个年头了。那我们今年尝试着用邻学校的一个品牌，然后也这个让周边的社区来提案有3个课程，现在也进行式为着红园区唔单单是一个观光景点，在地少年人甲社区团体提出计划，内容包含是农生态课程，设计农经区顶800款，佮利用原住民的传统作物，规划一片用牛屎做的地景艺术。在寓教于乐上面在游程的体验上面，更知道在地了解。我们想要在我们的农耕区去做这个可食地景让我们原住民的一个传统作物比如说红梨，比如说小米，那在这个过程耕作的过程，除了保种的概念，也有文化传承。结合在地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让新林园区更较有教育意义。唔但会当互在地人传承文化，嘛互来佚佗的民众认捌大自然甲森林做伙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6个的红红国小美术老师甲学生做戏红佮教因编剧搬戏，嘛找学校的国乐团来伴奏演出咯。学生是真有成就感，用国乐伴奏的布袋戏，嘛真正是红红国小的特色。位在南投6个红红国小的美术课上课有真侪变化，老师设计课程要教学生做戏红佮要求爱家己安排角色。身段静活跳，每一人所画出来角色拢无同，有武生小段，也有妖魔侠刀，用色挂跳，实在是真有创意。布袋戏其实配合学校的艺术语文的课本，那刚好一个章节是在做布袋戏，那我想说，这个布袋戏可以来让学生来试看看。那经过1-2个礼拜做完之后呢，那我想说，这样一个每个同学做的布偶都不同的造型。那这样是我可以演一出戏来瞧瞧。既然戏红都已经传好势，无够好同齐做一出戏来用。学生家编剧本，佮且校长找学校的国乐团来做后场，万事交臂去过演戏，家己做导演，佮用家己手工做的戏红来搬，从头到尾佮当冲拼来完成，大家拢感觉真有成就感。我们是会先练乐，然后老师会这样子暂停，然后换他们布袋戏，然后我就是跟着。拿别的锣，就是他们就是叫我跟其他人一起敲，把布袋戏的纸偶做出来了。他想，要加点音乐，孩子们的耳朵会听到很多的年长的长辈们的一些戏曲，一些敲锣打鼓的戏曲，他们就把他们所会的。他们国乐所学到的东西就应用在那里。校长讲，望透过多元课程的设计，家人文美术、表演、音乐做结合，培养出学生的艺术涵养，也期待学生有愈侪戏剧作品，小甲国乐团做演出，比作是红红国小的一项特色。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潮州老街有一间90档历史的老茶行哦，那卖咱台湾的好茶，头家会教消费者茶爱安怎泡才会甘甜哦。这间店上特别是有一只真古水的鹅，叫做阿宝啊，伊个会教人佚佗。台湾的茶比真正赞，甘甜好落后。伫屏东潮州的老茶行，头家苏国清自细汉就伫茶行大汉，认为啉茶是一种趣味，希望把啉茶推广出去，甚至互少年人也当介意啉茶。我23岁就开始伫山顶插茶啊！我毋是讲食茶食10年20年来学茶，我是伫山顶学插茶，安尼来较来学食，较来开茶行。像年轻人，伊就要啉凉的。我但是要互少年会晓食，我嘛会推荐。伊就是来遮食茶，我介食，食茶有真有这个乐趣啊。目前茶行已经传承到第3代，也有少年人来接。除了卖台湾好茶以外，店内也有一个人看人爱宝贝，号做阿宝。阿宝是一只对鹅仔囝开始饲的狗，真侪人客来到茶行，头家无一定爱伫处理，不过无看到阿宝，这是绝对袂使的。迄只是阮囝去庄卡，算讲送茶去处理嘛。啊，伫遐路边讲看到迄个人喺卖伫遐，就改变。我还已经养9年了，对啊，从黄色小只的黄色开始养到现在，已经养9年了。很多粉丝特地从台北下来看他的也有。国内旅游当时行，台湾真侪乡镇拢有特色，也有真精美。趁着假日时会当来到屏东潮州的街仔顶行看咧，无的确会发现到无共款的趣味。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美国卫视地电公布2021年度代表字是 vaccine， 就是疫苗。因为疫苗是互病毒别个继续传的希望世界各国拢赶紧来做疫苗。嘛，因为疫苗引起真侪争议，所以是今年使用率上悬的英文字。卫视地电宣布，疫苗 vaccine 被选做2021年的年度代表字。美国卫视公司的特约编辑彼得索克洛斯基讲，在2021年每一天，疫苗这个字出现的机会拢真悬。卫视官方的资料，疫苗这个字的搜寻次数比2020年增加601%，若甲2019年新冠疫情发生前比，增加1048%。搜寻的热度甲疫苗的政策甲dự防下的相关新闻是正相关。卫视地电2020年的年度代表字是大流行 （pandemic）， 也甲新冠疫情有关系。2020年12月，英国自世界上第一支新冠疫苗，尾啊美国也伫咧纽约自国内第一支疫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到2021年12月初，全世界已经输要加80亿剂的新冠疫苗。卫视公司讲，疫苗这个字第一遍使用是1882年，迄当阵伫咧种植，也甲相关的字首出现的时间更较早。伫这边的新冠疫情，疫苗所代表的，除了恭维意涵，也代表希望，也佫有政治上的意义。伫咧新的变种病毒株一直出现。一个疫苗分配无平均的议题，做疫苗的政策、疫苗通行证所引发的人权争议甲是非，拢是世卫组织这么关心注意的代志，也是世界各国这么头疼想要解决的问题。No country can vaccinate its way out of the pandemic alone. The longer vaccine inequity persists, the more opportunity this virus has to spread and evolve in ways we cannot predict nor prevent. If we're still going to continue with the vaccine inequity in the world, definitely we're going to still seeing this kind of set events taking place, like the variants coming up, and then we are not fully covered for that matter. 正确表示，英国牛津大书店也伫咧11月选出疫苗 Vax 作为年度代表字。因那卫视地电的年度热门字，也佫包括美国今年年初国会暴动所涉及的叛乱，美国航太总署 NASA 飞星探测车热力号，也佫社群媒体 FB 的新名万宇宙也拢有上榜。公司新闻金婉庆编辑。因为国际上又搁出现新的变种病毒奥密克戎，英国耶诞老人的学校甲去年同款，会用线顶的方式甲囡仔互动有未少国家嘛，因为疫情又搁压起来，庆祝活动拢求水了。得到圣诞老人的招牌笑声，几多位英国圣诞老人学校的实习生，伫其教室准备要上课，受到 Omicron 影响。按照去年的做法，和圣诞老人用视讯伫网络顶甲囡仔互动。So we've had to recruit more and more Santas. I think we've got about 25, 30 new Santas onto the books this year, who are doing multiple bookings, sometimes several bookings a day. They might go and do a public appearance or a live show. 为着要甲囡仔开讲，一寡圣诞老人也怪学安怎用视讯，亲像讲话时阵唔通伤大声，则袂声音拢憋开，甲囡仔惊着。为着要甲囡仔现场互动，因也打算要设置新的空间，互囡仔甲圣诞老人面对面。We're designing grottos in such a way, the setup of grottos, so that the child and family and Santa are able to keep quite a distance apart. Just by strategically placed presents or tree, etc., you can make it very naturally have natural social distancing. 有真侪国家本来欢欢喜喜传好的圣诞活动，所以因为新变种病毒 Omicron 的影响，活动的规模拢求水。伫德国的圣诞送暖活动，本来过去拢是几多百位出租的圣诞老人，规定到企业、购物中心、餐厅砸礼物送予参加的囡仔。今年唔能求水，也怪只过2支有风车才当装圣诞老人。Das werden wir in diesem Jahr wieder tun und wir setzen dieses Jahr auch nur Darsteller ein, die geimpft sind. Das machen wir einmal, um die Familien zu schützen, aber auch um uns selber. 巴西因为出现 Omicron 的病例，目前有真侪州已经宣布取消年底的跨年活动。2月海边啊，虽然还佫真侪圣诞的装饰品，也毋过已经较无过节的气氛。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3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华岛地区上低16度，上悬23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